咱来看彰化有一台轿车呢，伫拜六暗的时冲入去园林市一间超市内底，规片窗仔门砖安尼甲弄弄破。这玻璃碎片也佮有商品是落甲贵死价，加在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这个驾驶呢并无食酒，伊讲就是甲油门当作是挡啊，毋才会出意外。 银色轿车正话进入便利商店的停车位，但是原本应该爱停车，却唔知影什么原因，轿车又佮突然间加速向前冲，直接弄破便利商店的窗仔，车佮再冲入去店内底，唔那玻璃碎片散甲规涂骹，店内底架仔佮商品嘛去用弄甲哩哩啦啦，连影印机等设备嘛拢弄坏去。觉得很夸张啊，因为他可能是太紧张哈，或者想睡觉。我对不起，这是什么原因会这样？你说，我看他们的影印机都没有插电耶。哎，你们这里在装潢啊？不是，我们被车子撞到。店内超商的人客隔天看到安尼状况，拢感觉震撼。这件车祸发生在咧8号暗时10点外。 31岁驾驶开车要到彰化县园林市园林园边啊，这间超商，但是可能甲油门当作刹车，才会开车冲入去超商内底。加在当时迄个位无人，才无造成伤亡，驾驶家己嘛无受伤。至便利商店购物，停车时不慎误踩油门，车辆暴冲进入该店，致玻璃落地窗毁损，造成店家财务损失。该店家财损目前清点中，现场无人受伤。 称你欲无酒驾情事。警方表示，肇事的驾驶并无啉酒开车，精神状况嘛正常。真正的肇事原因也搁来厘清。被弄坏去的窗仔，超商业者已经先用木板封起来，损失部分也搁爱评估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